死我了！太后娘娘不要着急，皇上他还是个孩子嘛。你是6岁了，还是孩子？是，还太师，是，还太师。来了！哎呦，老身参见太后。你叫的好一声，皇上不饶老身失职，请太后恕罪。快去把皇上找来！快去呀！哎呀，真气死我了！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皇上醒醒！朕这是在哪里呀？皇上是在慈禧的宫里。朕的水珠怎么还扎着八郎鼓呢？皇上昨夜是叫奴才们唱戏文，睡得太晚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天早亮了，太阳已经升高了。不好，朕不了，糟了！快去！嘿！咦，他在看什么书啊？资治通鉴。哎呀！这么好的一个皇帝，今晚要误会他。
无心去。哎呀，好啊！原来你是在推款唱本。哎，哪里有什么唱本？明明是字字通解。你，哎呀，难道我老爷昏花了？那这才是唱本。你们笑吧，你们笑吧，亏我不去禀告王太儿。太师，人无完人嘛，皇帝也难免做错事情啊。杨请太师不要告诉我，这下不为了就是。下不为了，下不为了。老身啊，就替你瞒过这一位。哎，从大人面前，总归有个交代吧。哎，那还不容易？就说朕通宵读书，累了平了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还夸朕是个名君呢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恩平生。也罢，为皇帝为，谁不光明磊落？却也无可奈何啊！哎呀，你呀，总是长不大。太师，司徒二神在讲些什么？老身参见太后。曾舅母为请过早安。还找我呢，都无事啦。什么？朕还以为天刚刚亮呢。请问皇上，昨夜是否尽忠为民，故而今早起不来了？是啊是啊，昨夜朕通宵读书，实在太累，故而今日起得晚了。啊，皇上如此尽忠，倒叫母儿心痛。母儿不必心痛，不必心痛。母儿，哎呀，皇上，我将这金针家乡来蒙问，我知你通宵胡闹到天明，乱哄哄，平日里却少正经，我偷偷领工细致，怠慢牙人。我问你，堂堂明朝大皇帝，为什么不把书记放在呀心？母儿不必动怒，朕知错了。太后啊，人无完人，皇上也难免万一为错。太后就都是你，教谁不严，虚应为故。老身失责，老身失责。来呀，在带上。是。母儿，请问这是为何？这是朝廷送上来的公文奏章，皇上必须亲手嫁给金银。哎呀，母儿，朕早就说过，朕的印章，接着母儿的印章，你何必要朕多一道麻烦呢？这是什么话？皇帝是你做的，不是我母儿，母儿不能总替你行事。哎呀，母儿，何况你也长大了，应该也为处理国家大事了。啊？儿啊皇上啊，太后说得对呀。是啊，太后说得对呀，皇上。说得对，说得对。是。朕
接吧。老臣送过太后。太师，嗯，你也走吧。哦，老臣这就来，这就来。太师，哦，来了。太师，快来了走吧。面对咱一坛公文安家土，不由得一层一层万物土。民国间生在王公大了官啊，便无辜杀了野心何欢愉。沈大是皇帝之责把呀好，有才子教务龙庭是为度，越是越想越无聊。为媳妇有一把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。郎里个郎，郎里个郎，我家有个小儿郎，刮风下雨都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皇上，是我啊！哎呦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嘿，侍卫就用口见皇上。这哟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我去江南探亲，不瞒皇上说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难道江我生于京都王城？哎，不一样，那里天高湖阔，草落花香，一派子孙风光。那像这王宫，总是其貌得很。哎，这哟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风筝。风筝是做什么用的？放歌啊！风一吹，那像天空，就像这真实的塔棚。它能够有个光架？能够飞到天空？能够自由自在地看到外面的世界吗？大千世界一览无余。快进屋
让它飞起来吧。难道万不见这紫色的风筝？谈什么苦，唱什么唱，说心外闹一把汤。是因儿工匠济困，是龙鸟在此遇。是一是。急忙忙把
何况有皇帝无仙女，没有贵妃娘娘，玩怎么玩啦？啊，不走嘛！你走不走？小事不走。可以，但是大女不能做皇帝。为什么？你太丑，不想当明王。嫌我丑，配不上你。我问你，皇帝一定就漂亮吗？你有没有看见过皇帝是什么样子的？反正不像你这个样子，你不像嘛，就是不像。哎，不像，就是不像。我不想。我想，不想，想，不想，想，这位姑娘，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皇帝？下姓子名德正来京城里的读书人啊，这位姑娘，我与你做一对皇帝伉俪，你看是何？你嘛，怎么？难道我也不像吗？像大概像。哎，就是没有胡子啊。哦，难道皇帝非要有胡子吗？哎呀，这我也不知道。皇帝是个大人，大人嘛，自然要有胡子咯。听，你呀，把生了一张小白脸，来，这，皇帝还是有我做，喏，我这里还有一副假胡子呢。大女，你把这胡子娘家作为相公吧，我要他做皇帝。叫我把胡子娘家他？不娘，你娘不娘？不娘，不要说是小白脸，就是真皇帝来了，我也不娘啊！你不娘，那我也不玩了。我娘！哎，兄弟，我娘总还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那送你这银，皇帝娘给你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凤姐，皇帝娘叫他做，让我做什么？兄弟，你这是什么啊？是主公太监。太监，太监不行。跑了也快欺负我！他是我的朋友，这样，兄弟不要生气。依我看啊，你不妨做个武刚。对，大女不做太监，做武刚。大女。我做武刚，才为你们争气。对不起，我不做。你做不做？我做。上我大门，好好的皇帝被人抢走了。好，开路喽！唱，唱，皇帝有一功。唱，唱，唱，娘娘
兄弟，我这不用兵吧，用枪行吗？做不了皇帝，非要做，我惹人。啊，姑娘，啊，妃子，妃子。坐下去。唱得真好，啊，妃子，你要观察朕的眼睛呀。是那人马未破进于了命，好一是他在心肝带去回，而今从我来龙追。本是为君，本是心。那月光遥遥相距千万里，你恰是与我比心两相闻。可叹我家人见过多少真情里呀，出水心河两心皇上，总相公，你抱得我太紧了，我也是喘不过气了。我以为我常人对谈才作戏，须懂得戏文里面藏真情他那里连江提琴，我这里慌了心神。他那里三杯苦酒，我这里真可神。戴眼镜看上他眼睛，瞧你见目光闪耀。还要做上身，莫名的心害怕，莫名的尊敬敬，莫名的喜欢他，莫名的气不均，有对真他偏抱紧。哎呀呀，真是气死人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说过，我不要做娘娘，你们偏要我做，事情伤在这个皇帝身上，他把我……宝姐，你是不是说他对你？要是我替你杀了他，哎，不是的，哎呀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你们叫什么来叫？哎，我小叫就叫，哎，你什么事啦？我还要叫你啊？
啊！请问刚才我这个皇帝值得爱想吗？不想，太不想了。怎么不想？做皇帝要端庄，因为不可太轻狂。看人要用鼻子看，嘴罗迈得死邦邦。不像你，听我们讲真话，一点都不拿腔。看人万岁看，叫人心发慌，分明就像普通人，一举一动太平常。原来他心中的皇帝是这样的。难怪他不要做娘娘了。我说你做不像就做不像，我做个皇帝，今天看看，来，凤姐来，大人做皇帝，大人做皇帝。大娘，今天晚上哥哥要被嫂嫂回娘家，我们早点回去吧啊！好，下次再玩。嗯，宽谁跟我做皇帝，我们走啊！妃子呀！你怎么不皇帝逃避也是就罪了你？谁是你的妃子啊？洗猪骨头了！告诉你，她叫李凤姐，是美龙镇酒店店子的妹妹。兄弟，那你呢？本人叫她女，是美龙镇酒店的举报。举报兄弟，请问美龙镇酒家所了何此？就在前面的小脚边上，哎，你看到脚头上放一颗大石榴呢？听这位相公的是想到我们美龙镇去家来吃酒。哎呀，欢迎！哎，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去啊！啊！来不来？随便，他女，我们走。啊，我们走。皇上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这哟，这哪里去啊？美龙镇酒家呀！这时你上阵了，不要追哟！老太师来了。
侬管嘛就侬管。那你去吧。哎呀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凤姐，对不起，我那京城里的老师来了，非阻止我回去读书不可。我是好色对杀，才答应今晚自然美容针，免死罪罪。年都大洋了，你想吃什么都吃不上了。那倒不要紧，下回再来吃嘛。嗨，凤姐，你因我叹气，叫人听了怪心痛的。我叹气呀，叹你把我手卷枪，叹你到来一当阳，叹你今晚见你面，不知明天又去何方。都怪我不该要你做唐明王这一桩，我的心就像野马吞了江。凤姐，凤姐，哎，凤姐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谈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我向你赔个礼，住个夜晚不行吗？大人在里面呢。凤姐，告诉你，我虽不是唐明王，可我喜欢你这个洋女娃，我是巴不得与你再有一位要供你。其实我也是。凤姐，太好了！来，凤姐，主席归主席，你可不能当真哦。为什么不能当真？我就是当真的了。你看，这是你任我的手绢。谁这你来，明明是你抢去的。就算抢吧，不过你也抢了我的不啷个啊？哎呀，什么宝贝东西？万金呢？万金呢？凤姐，这可是我的星光宝贝呢！一直不啷个玩星光宝贝啊！哎呀！凤姐，你哪里知道？
什么啊？我要带你到京城去。到京城做什么啊？嫁接我呀，做我的贵妃娘娘。那越来了，我不要做什么贵妃娘娘。好，那就做皇后吧。皇后我也不要做。那你要做什么？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老婆，你懂不懂啊？老母就老母吧。好了，你好醉了。为什么要追？哎，七七美人啊，在我哥哥嫂嫂结婚，神秘要请我呀。那倒不用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美容村的姑娘是最守规矩的，你去不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啊，你不去，那我明天就交代大女。我去。凤姐，你在跟谁讲话？我要出来看看。大女听见了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快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！往哪里躲呢？那好。不行不行。也不行，你快醉吧！哎呀，你快醉了！凤姐，你快醉吧！凤姐，凤姐，你快醉！哎呀，那你快躲到我的骨头上去！凤姐，这恐怕不妥吧？哎呀，什么都不妥的，你快去！快去呀！凤姐，门关好了没有啊？门早就关好了。啊，关好了就好。今晚啊，姑姑嫂嫂不在家，哎，我也不放心，我还要在门上加一把锁呢。加把锁。那你把钥匙借我有事要出去。天这么晚了，你还要出去做什么啊？啊，凤姐，该不会去找那个大明这是什么啊？娃？好了好了，今晚啊，我就站在这殿堂里替你守着门，你也去睡吧啊！哎，大女哥哥，我不困，我不要睡。去睡，哎呀，我不要睡嘛。去睡。大女哥哥，我不要睡嘛。不睡，我要睡觉。去，来，我就来睡觉。哎呀，睡。哎，是你让我睡的呀？哎，坐席，请。哎呀，是你让我关门的呀？凤姐她今天怎么了？说话颠三倒四的，该不会被那个小白脸迷住了？哎呀，不对，我得多留个心眼旁边上，免得他将凤姐赶走了。哎，我用这把锁将凤姐的房门反锁上，免得他趁我擅杀出去，翻窗子溜出去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嘿嘿。嘿嘿，这下我可放心了，好生一个好家了。
睡着了，好想帮他出去。哎呀，不好，大牛把门反锁了！大女，你不怕吵醒大女把我打死吗？哎呀，打死你倒不要紧，要是告诉姑姑嫂嫂是我把你带到鬼房里来，做了什么救不得人的事，那我可惨了。凤姐，告诉我，你怎么办？害怕吗？怕怕我会欺负你？啊！可是你不为的，是吗？凤姐，来，我们坐下说话。凤姐，你说今晚的见面，像不像是上天的安排？该死的天！哎，不要嘛，这叫做姻缘，姻缘，你懂不懂？凤姐，是真的，我喜欢你。你是精神到世上，我是乡下去家人，你喜欢我什么啊？凤姐喜欢你，天真一派无极心。喜欢你曾经曾为女儿心，一曲下红尘只为一字水，清茶见底玉兔算尘啊！这说什么啊？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嘛。好，须知这本来还是最珍贵，世俗人间难随心。你说的话，我好想懂，好像又不懂。懂也好，不懂也罢，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也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哎呀，我喜欢。生你笨，你真笨，貌似一个聪明人。生你蠢，你真蠢，一点不懂你儿心。我尚不是喜欢你，真为你唱戏文。我尚不是喜欢你，手绢真为三里人。我尚不是喜欢你，早就把你赶出门。我尚不是喜欢你，真为你这样情。
喜欢是说不清楚的，就好像你做当明王，我的心就别乱跳。让我看上你的眼睛，我看了，可心里的却砰发花。深更半夜，明明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危险，可是既害怕又不情愿跟你走。但是你这一走啊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凤姐，我不走。悄悄过来，繁忙心，卿我两相望，莫道明人人马路，情到此间，情到此间。真有神，真有神。皇上，谁呀？该不会是当明王醒来了？皇上，什么皇上啊？这是梅龙镇酒店。三娘兄弟，开门！哎呀，皇上，明王又到凤姐的房间里来了。什么当明王？他是当今的皇上。皇上，快去开门！看见皇上。相公，他们在叫谁？凤姐，实不相瞒，我便是当今的皇上。最后，快到外面发疯，不可将皇上的事情传扬出去。凤姐醒醒，凤姐醒醒！啊！凤姐，相公。相公。
皇帝太圣心，奉旨太慈敬，一个是人心少年动了心，一个是此君女儿生了真。不理八法老太师，夙愿为难两月生。想当初我也人好言好语去相劝皇帝早为禁，谁知他定要带着李凤去，还把那九大牛带上东路不迎。东路引到京城，到了京城不管什么门。呀呸呀呸！他也知胎儿面前难应允，便推设办公室新都进香山去上身，苦了我东跑西颠两头忙，终日里吊着担子提着心。这几天胎儿师傅有察觉，他说道要亲自上山来寻寻，我只得小心翼翼来提醒，今晚大意乱风声。只怕风声闹不死，早晚杀出大事情啊！呀呸！呀呸！你们一群乌鸦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就把大娘子抬进了。大娘，你怎么到处乱跑啊？这里可不比梅龙镇哦，你要叫我学得规矩一点哦。哎呦！原来是老太师啊！哦呦，老太师，举报大人哦，不对，是是太监大人看见老太师。好了，不过我可不是真太监。好了，你去告诉皇上，说太后娘娘今天要来香山诉愿，叫他把李凤姐上好了。哦，慢，还有你，你也要请我避开一些啊。为什么啊？哎呀，你看，在哪里像一个太监哟？我本来就不是真太监嘛。知道了。还有你们，你们也请我小心日了。我再玩一会儿。反正也没有人玩。
娘子，你在许什么？没什么，那叫我看看。不经你看，为什么？不经你看，就是不经你看。啊，娘子，你嘛。啊，啊，娘子且茶。是啊，娘子，提针给上药席。是。好了，哎呀，翻了，翻了！翻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娘子，你怎么说在我的嘴子上了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娘子，这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快挽救我！哎呀，快挽救我呀！快挽救我呀！娘子，你是不是晕？哎呀，一听娘子声有语，风雨等觉心伤心。老子知我把娘子问，问娘子你为何不及早对我说分明？从今后我要陪嫁迎亲何妇女，再不为差你一年，我蒙着碰着给应受苦心。比了家心已斟酌，与你结落欢比了相与你，结伴双飞离家乡。比了心，那心情少年真的是王上。比了乡，说真我还是小姑娘，明日亲手要做娘。皇上啊，珍贵卑贱的丞相，相公啊，只想陪伴你身旁。皇上啊，我知你为难事，早晚同济都要为家乡，终身相许难长聚。这一段真情。今生今世永难报。
就是母为来了，他也要听真的。娘，客气不消哦。母儿，你怎么不通报一声，就静悄悄地来了？皇上，母儿派人送来奏章，可曾批阅？批阅了，批阅了，娘子。母儿，朕碰见母儿，母儿请开。这金银怎么给得哇哇碎碎，七上八下的？朕下次一定给好，一定给好。皇上救命啊！皇上，母儿，他是谁呀？皇上，我的大牛呀！大牛是谁呀？皇上，是你从美龙镇五里风去一同带进宫的大牛呀！对不起，走不了。我不是，太娘娘不要当死我。哎，刚才你话是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，怎么你连我王姬都保护不了吗？皇上，大牛！不是，你不要讲了。要讲你在江南的风流韵事，讲你在香山金屋上脚，讲你这个皇上生性荒唐，我的皇上。自从江南为京啊母为我从地对你生在酒，扬长翻珠上香纱，明里
人亲送为相。王妃，好，皇上，母李梦洁天生丽质人聪明，从无与半点拍龙不凤行。正与他倾城造女陈子基，他得正这种情义不从的王神，是这等不从女儿宫中少，正与他两情眷却不能分，恳请母儿相眷顾用，他本家在宫廷，正因你不立他为王位，而不封他做妃嫔，姐姐名分做模样，感觉相爱公子身，倘若母为不应娘，真自好，伤心跪地求娘亲。令我站起来，都引我站起来，母儿堂堂大明天子，竟算如此冤杀，你真叫我痛心啊！大女都知道哪一些下会忘记，我看你这个皇帝啊，比我大女我没有过气你。大女，我们这留在这里啊，要吃大苦头的。皇上，母亲，我们走。皇上，母亲，母亲，皇上，走，母亲，我们回大路走。母亲，且慢！
上酒家女，今生故业到出门。到出门，不会自古读书人。昔日算账样样为，吃进吃出门看紧。门看紧，上个日子送酒精。夫妻二人关心好，每天孝顺家歌声。小声声，鼓声声，大年天庙满开心。菜妹回来对小宝，赶快回去报外甥，报外甥。大牛，大牛，大牛哎呀，大牛啊！哎，怎么不认识了？哎，来，我可是王太尉身边的公公啊！公公，哎，公公，啊，你来做什么啊？太尉，轻一点。哎呀，我可是瞒着王太尉，悄悄来替王上报信的。哦，哎，不对，啊？你不是太后身边的人吗？哎呀，那又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宫里人啊，可都喜欢皇上哎。哦，都喜欢皇上啊。哎，那跟我走。今日酒家官殿，请你掌握手前，今日一天啊！算账喽！来喽！本掌柜今日要请示算账。你什么？难道我也不想吗？今日你的相公真的要变成张乱先生喽！这样，拿出账本算盘，给我爷爷算来。是。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乒呀乒乒乓，今日酒里要立账，年少长会是深邃呀，一乒一乒几段高香，乒乒乓乓乒，乒乒乓乓乒乒几段香一郎哎，拿出小算盘。破开一本账，一起一支笔，一若一张网，一张网，乒乒乓乓乒，乒乒乓乓乒乒，怎会算账我的香一郎哎，有家所去万一中，何家欠下银儿两，毕竟差多了账，这个家也不好当。乒乒乓乓乒，乒乒乓乓乒乒，怎会你今生在外忙一郎哎？往日自叹皇帝苦，今日才知百姓忙。身居
下账本来抱抱儿子吧。抱儿子？嗨，抱儿子来！相公，我的胖儿子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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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哎呀，娘子，我们的儿子怎么权当接贴的？都像你，一刻也不能停。哈，就算想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孩子嘛，多少有一点本事。嗨，就算我嘛，皇帝不好好当，仗又常常出差错，长此下去啊，岂不也是浮沉嘛？相公，依我看啊，你是从官了账本当了父亲，倒是一天比一天长大，一天比一天懂事了啊。是啊，我不是当了父亲吗？养儿谁知父母恩，亲民放孝，百姓苦。要是我会知道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掌柜的，过来点怎么样？小姑，快动起来吧！你怎么来了？启奏皇上，公公啊，是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启奏掌柜的，皇太儿娘了啊！又讲错了。是掌柜的高档大人和掌柜的私老太守一同下江南来啦！公公，他们来做什么？他们要掌柜的回去，我要把掌柜的和李凤的生的孩子一同带进宫啊！他们人在何处？已经到了美龙镇，马上就要到酒家啦！相公怎么办？会不会又把你们分开了？掌柜的怎么办？掌柜的怎么办呢？掌柜的怎么办呢？掌柜的，相公，掌柜的，娘子，听我说。叫声娘子莫害怕，吩咐酒菜与香茶，有客不远千里来，岂可无礼埋他。同情兄嫂情下足，美容得瑟洋洋大，最用门前做人兵，英俊寒生衣帽甲，大女公公当举报，必孝侍奉。要大家台上算银，且归我张张美带不用藏，唯有娘子我同岁，也若不来抱娃娃，且看高堂是何意，他不问话你莫答。假是相人外本好，是啥不成是有他。反正家下各有路，毛头已经做成王。哟，这就是美龙镇酒家。
姐妹风尘仆仆大门外，当时我有情有喜，有惊有怕，有泪水无比交加，腾腾特特七上八下，心中乱作一团麻。在下只用公银贵看。这不是小贼用吗？我让你去杀人，你倒把事情再丢了。贼人贼到美龙镇，害我担心谁精神？今日江南见了面，先要把你呀寻一呀这用是错。这不是大牛太监吗？就把大牛跟你归看。记得乡上见过面，做事一个家太呀见，今日太监变酒包，变来变去，你烦不烦？不烦，小人公应归看。这是谁呀？并说看你慢慢腾腾的，金色的小腿跑得飞快。貌似奴才相，恰是把眼啊郎。那掌柜的好大的胆子，为什么不起身迎客？啊，我看平民的日子是不好过哦。哈哈。世上多少王公好，不知王公与烦恼。王公这知小民穷，不知小民落大道，落大道。不知小民落大道。是的，你娘谁叫你呢？母亲大人来了，母亲大人因我缺征于归，来到这穷乡僻壤。这个。听说江南景致啊美，山温水暖草木啊香，因此一路来上玩，古船到处好，风
小儿郎，小儿郎，小儿郎，一见生人哭声长。啥要跑他也容易先去问姑儿的娘。我是孩子亲祖母，宝宝生儿一护房。他是孩儿亲生母，孩儿怎能离开娘？你也知孩子不能离开娘，你为何抛下亲娘来望啊望？京城那用儿的娘，我只好赌气与他回家乡。事到如今你怎样想？难道要放弃大业独小康？大业于是我小康与怎样？读大业得是生儿为京都连小康，便把后代托于娘。带走孩儿在抚养，母亲亲自来承担。孩儿长大非容易，再用过16年不放我养。孩儿长婚了，我要生儿读书忙，我要孩儿有心情，我要生儿是更长，我要孩儿见识广，我要生儿知兴旺，我要孩儿写出人，我要生儿成朝堂，要他知气空，要他去满方，不知碰着须知兴旺，懂得守候，舍得忠良，上进国防，真正长生读大业，连小康读大业，连小康大业小康真相通。生团圆万年长，万年长。万年是说得好啊！孩子抛弃母亲，生儿不见祖母的团圆，你说怎能叫团圆嘛？相公，父子，父子，父子。叫婴儿长大。
相公，你快回去吧。公子，公子，孩子，公子。家有个小儿郎，刮风下雨都不怕，一觉睡到大天光，大天光。儿啊，来，哦，儿啊，还记得母亲从前听你讲的那个王儿娘娘的故事吗？记得那个王儿娘娘原是个三寸女子，只因当朝皇帝爱上了她，便把她带进了宫殿。杀宫之后，那个娘娘受尽了歧视，受尽了欺负，这是为什么？就因为她来自民间，是个三寸女子。后来呢？做了娘娘，当上了皇后，她的儿子又成为了一代新君。再回来呢？再后来，妹，你没有讲下去啊？再回来，他的儿子也爱上了一个乡下姑娘，也把她带进了京城。可是那个王二娘，谁是后来的王太后，她是无论如何不能答应，她深深地把他们拆散了。儿啊，他这样做是为什么？因为她怕什么？怕那个女子再步她的后尘，怕那个皇帝会遭到朝廷的非议，怕妹，你讲的那个王二娘娘的故事，莫非就是你事情吗？17年了，我的故事总算讲完了。皇上，
这是老人亲眼所见，胎儿他这些年真是不一样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胎儿他真不一样，皇上，真的呀，皇上。
相公，伯伯，我们一同回宫。上桃园啊！